第11章，使徒甲伫犹太的众兄弟，听讲外邦人也受上帝的道，到伫彼得上耶路撒冷，遐个奉割礼的学生甲伊争辩讲：你入未受割礼的人的家，甲因三甲食饭。彼得就开喙，将这个事照次事甲因讲解讲：我伫约帕城内祈祷的时阵，魂游上外，看见异象，有一个物降落，亲像一块大布，北四角头，对天坠落来，直直来到我面前。我定睛看看，看见内中有地上四脚的精星，甲野兽、昆虫，甲天顶的白鸟。我阁听见有声音向我讲：彼得，起来，抬食。我讲：主啊，这是毋通，凡那俗阁无清气的物，将来无入过我的喙。第二摆有声音对天顶来讲：上帝所清气的，你毋通当作俗物。安尼连连3摆，就拢收倒转天顶。拄迄时，有3个人徛伫我所店的厝门口，是对该撒利亚车来见我的。圣灵吩咐我甲因三甲去，毋通犹豫。甲我去的，阁有这6位兄弟，阮拢入迄个人的家。迄个人就甲阮讲，伊怎样看见一位天使，徛伫伊的厝内，讲：你找人去约帕，请迄个称呼彼得的西门来，伊有话甲恁讲，通叫你甲你的全家得救。我一个开讲，圣灵就降伫因的身顶，拄亲像当初降伫咱身顶一样。我就想起主的话讲：约翰是用水行洗礼，总是恁要受圣灵的洗。上帝既然互因恩赐，亲像伫咱信主耶稣基督的时阵，互咱一样。我是一位为阻挡上帝呢？众人听见这个话，就无讲话，只归荣耀互上帝讲。安尼看来，上帝也赐恩互外邦人，互因悔改得到生命。遐个因为司提反的事，拄着患难四散的学生，直直行到腓尼基、甲居比路、搁安提阿，因无向别人讲道，只向犹太人讲。总是内中有居比路甲古利奈人，因到安提阿，也向希利尼人传讲主耶稣。主甲因同在，信来归主的人就真多。这个风声传到耶路撒冷教会人的耳孔中，因就找巴拿巴出去，行到安提阿为止。因到迄位，看见上帝所赐的恩，就欢喜，劝勉众人，立定心志，恒久靠主。这个巴拿巴原是好人，互圣灵充满，大有信心，对安尼有真侪人归服主。伊搁去大数去找扫罗，找着就带伊到安提阿去。因足有1年的功夫，甲教会三甲组织，教示真侪人，学生称做基督徒，是对安提阿起手。当遐个日子，有几位先知对耶路撒冷落到安提阿，内中有一位名叫阿加布，
徛起来，借着圣灵指明天下特别有大饥荒。这个事到革罗丢的年间果然有啦。对安尼，学生定义，照逐人的力量、捐钱送去攻击踮伫犹太的兄弟，因就安尼行，将款项托巴拿巴甲扫罗送到正长老迄位。